巴西籍嘅教練啦米路嘅，為球隊調兵遣將，成績方面咧亦都有目共睹。開季至今合共6場嘅賽事之中，未嘗一敗，入球嘅數字亦都令人驚嘆㗎，合共有20球嘅進帳。後防方面咧只係失咗3球，亦都屬於十分穩健㗎。上個月尾佢哋更加從斯洛伐克請嚟上屆效力快譯通嘅恩馬田協助前線攻堅㗎。總監梁秀智就話有咗恩馬田調動方面更見靈活㗎。其實最主要有恩馬田喺度，我哋多咗個踢法唔同咗啦。因為恩馬田係大隻嘅球員，佢喺前面個串繞性強，咁加埋其實我哋有鄭少聰、歐偉倫、陳浩文唔同類型嘅配搭，所以今年嘅事實前鋒嘅配搭係強咗好多。我覺得佢係絕對一個好嘅質素嘅球員，同埋即係同第二啲外援唔同咯，因為佢係一個可以踢高水準嘅球員咯，我認為，所以佢嚟到隊波係幫助好大嘅隊波。咁而家我哋排第一啦喺聯賽，咁希望呢一場波對日本，我哋可以即係咁多年嚟贏翻一場啦嚇。現時南華會面對重要嘅問題咧，就係傷兵啊！好在經過咗3個星期嘅休戰啦，部分咧亦都有好轉。老大哥李健和就希望大家可以及時好翻嘅。其實現時講唔係咁樂觀，最主要係有好多球員都係仲有傷啦。咁但係我即係好希望喺呢幾日裏邊，即係啲人個進展會比較好啲啦。咁如果完整陣容嚟講，對清水咧，我相信會嗰個戰果係好接近咯，有機會贏佢咯。因為最主要佢今年嗰個成績唔係太好啦。啊，之前幾年都係喺前嗰幾名，咁我睇過都係幾好，即係幾激動咯。同埋佢哋都有幾個角腳，咁外援都係好好，咁都係好難打一場比賽。雖然球員有傷在身啦，但係 Peter 梁就為賽事做足準備功夫嘅，並且有球探協助提供影帶以作參考添。其實我哋已經收晒日本球隊嘅料，佢而家係第8名啦。我亦都有2餅喺最近嘅賽事。咁事實上對我自己嚟講，我覺得佢唔係喺我心目中唔係好似以前嘅日本隊咁強。咁反而今年我覺得只要自己係盡自己嘅力，我哋係用翻基本我哋嘅踢法，我相信喺香港我哋主場如果有球迷係大家捧場嘅話，應該其實唔會係太過離譜嘅賽事嚟嘅。我諗我哋喺主場應該嗰個信心強，當然係強啲啦。咁我諗我哋應該有機會贏佢嘅。南華近6場嘅聯賽簡直可以以大開殺戒嚟形容啦，強如愉園同晨曦亦都要俯首稱臣噶。日本足球近10年發展迅速咧，喺東亞區同南韓同中國成鼎足之勢噶。中南部嘅靜岡縣清水市係日本嘅一個重鎮啦，清水心跳足球隊亦都係以呢度為大本營，繼而殺入 J-League 嘅。清水心跳足球隊近年嘅戰績彪炳啊，繼2000年成為亞洲杯賽冠軍杯嘅冠軍之後去屆亦都能夠殺入4強啊，並且勇奪季軍啊。99年嘅聯賽喺次階段稱王嘅情況之下，總決賽預射12碼不敵磐田山葉屈居亞軍，球隊現時喺國內聯賽排名第7㗎。嗱，今次訪港嘅陣容當中不乏名將在內㗎，並且擁有多名嘅國家隊成員啦。深江龍三同埋市川大友亦都係好隨行噶。外援方面佢哋擁有艾力斯現年34歲嘅艾力斯司職中鋒噶，1.78米嘅身高並不算高大，但係勝在踢法靈活啦。由於已經喺日本發展10年所以已經可以入籍代表日本國家隊噶。另一位外援就係巴朗現年27歲嘅巴朗係艾力斯最佳嘅拍檔，有佢掩護之下艾力斯亦都成為球隊嘅神射手，佢哋係一對活孖寶嚟㗎。澤登正朗係前國家隊嘅成員31歲嘅佢係球會嘅不二之神負責中場嘅指揮工作㗎。清水心跳今屆嘅近5場聯賽嘅成績係2勝3負，暫時排喺聯賽榜嘅第7位㗎。而球隊嘅消息就話佢哋剛啱過渡咗狀態嘅調整期㗎。南華會近年多次同日本球會對壘3戰主場都未嘗一勝啊，其中96年和百瓊2-2，今次球會上下對勝負已經下定決心㗎。
亞洲杯賽冠軍杯南華對日本嘅清水心跳，星期四晚大球場8點鐘準時